小姐你好，我来办理出院手续。小姐很好，我来办7亿手续。小姐很好，我来办7亿手续。这是出院带药处方间，这是7亿带药处方间，这是7亿带药处方间。好的，请您稍等。好，请先等一下。好，请先等一下。您好，请您拿着健保卡和药单到隔壁药局领药。很好，请先摕健保卡和药单，开隔壁药区领药。很好，请先摕健保卡和药单，开隔壁药区领药。这是张俊宏先生的回诊单。你是张俊芬先生的回诊单。你是张俊芬先生的回诊单。预约回诊日期是6月14号早上的8诊，32号。预约回诊日是6月14號，清早的8診32號。預約回診日是6月14號，清早的8診32號。記得回診哦。記得回診哦，記得回診哦。謝謝。不客氣。羅蘭，唔是生意。羅蘭，唔是生意。你好，這是我先生的藥單，麻煩你。很好，這是我重補的藥單，麻煩很。很好，這是我重補的藥單，麻煩很。請問您先生叫什麼名字？請問現重補現做要改名？請問現重補現做要改名？我先生叫張俊宏。我重補現做張俊芬，我重補現做張俊芬。有張俊宏先生的健保卡嗎？有啊。有張俊芬先生的健保卡嗎？有張俊芬先生的健保卡嗎？有。謝謝，請稍等哦。羅辣，請等一下哦。羅辣，請等一下哦。這是1禮拜的藥份。也是1禮拜份的藥，也是1禮拜份的藥。這個止痛藥1天吃4次，3餐飯後和睡前。你該止咳的藥1日食4擺，3頓食噴飽後含肺進淺。你該止咳的藥1日食4擺，3頓食噴飽後含肺進淺。胃藥飯後服用1天吃3次。胃藥食飽後食，1日食3擺。胃藥食飽後食，1日食3擺。記得哦，雖然要吃藥，還是要注意。記得咯，雖然愛食藥，也是愛注意。記得咯，雖然愛食藥，也是愛注意。3分吃藥，7分調理啊。3分食藥，7分調理啊。3分食藥，7分調理啊。請問有什麼服藥注意事項嗎？請問有要該食藥而注意的事情嗎？請問有要該食藥而注意的事情嗎？注意飯後服用，約餐後半小時左右。注意是食噴飽暫食，太少噴後半點鐘食。注意是食噴飽暫食，太少噴後半點鐘食。了解。了解。了解。要麻煩您在病患出院準備服務表的用藥指導這一欄，麻煩很，打平凡7院診批服務表的用藥指導一欄。麻煩很，打平凡7院診批服務表的用藥指導一欄。受衛教者這一欄上面簽名。受衛教者列明上簽名。受衛教者列明上簽名。好了，謝謝你。好啊，羅辣很。好啊，羅辣很。再見。請寬限。請寬限。